歡迎各位參加董思高聖經中心平台舉辦嘅講座。我哋非常感謝盧柏榮神父為我哋悉心安排網上課堂，鮮為人知的聖經英雄德波勒及胡爾達。呢個課堂係一連2晚，今晚係第1堂。請容許我簡單介紹，盧柏榮神父屬香港教區司鐸，曾喺教區服務，現任香港明愛副行政總裁。好，而家我哋將時間交俾盧神父，唔該。好，唔該晒。咁我哋做一個簡單嘅祈禱開始，好嘛？好。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係嘛？讓呢個時刻都交俾天主，交俾天主聖神，讓我哋喺聖經人物嘅入邊當中，能夠睇到天主嘅呢份召叫，亦都睇到天主俾我哋嘅呢份生命嘅一切。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啱嘛？好，咁就今日係講德波勒啦。德波勒係邊個咧？係一個文長啊嚇。咁啊呢個文長咧，就我諗大家都認識聖經嘅。認識聖經入邊咧，一個叫民長記。民長記咧，其實喺約書亞書之後度啦。咁發生咩事咧？咁民長係乜嘢咧？咁樣，咁我哋都明白啦。以色列人咧係由梅瑟啦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進入福地。咁當然梅瑟冇進入到福地，就係約書亞帶領即係以色列人進入福地。呢個福地咧就係而家嘅我哋叫以色列嘅境內入邊啦。或者我哋用另一個字眼叫做客納巷嚇。咁啊，客納巷係點嘅咧？咁其實有一個區域，但係咧就入邊其實已經有一班人喺度住嘅。咁就係即係差唔多而家嘅以色列啦。咁再加埋約旦一部分嘅地方咁樣。咁所以咧由約旦河啦兩邊啦，咁係成個就係客納巷，就係嗰個福地嘅地方。咁喺梅瑟5書入邊所講嘅福地就係流奶流蜜嘅地方。好啊，咁咧跟住之後咧，我哋就會慢慢去睇翻成個歷史當中啊。梅瑟冇入過呢個福地啦，就係約書亞帶領啦。咁但係咧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當時喺客納巷咧已經有佢哋本身嘅客納巷嘅民族喺度。咁其實以色列人咧更好講叫希伯來人咧，就係一個外來嘅民族。為客納巷人嚟講係外來嘅民族，咁所以佢哋入去咧，其實經過好多嘅艱難嘅情況啦，甚至更好講咧，要霸地方咧，咁所以咧就要同當地嘅民族咧係一個關聯。呢個關聯咧可能係一個衝突嘅關聯，亦都可能係一個友好嘅關聯，睇下究竟係點樣嘅啫。咁但係咧最大嘅問題係咩咧？題外話或者題外話咧，就係話其實我哋中國人咧好得意嘅，我哋中國人同好多民族咧都好和諧咁共處，甚至我哋比較上嚟講咧係一種文化上嘅同化，我哋用呢個字眼叫同化。如果中國歷史當中你見到好多外族入侵嚟我哋中國，但係後來慢慢都成為我哋中國嘅即係民族嘅一部分啦咁樣。好，點解咧？係因為咧，其實我哋嘅中華民族嘅呢份文化咧，講得好啲嘅就係我哋會比其他民族更加高啦。我哋有我哋最嘅好古老，我哋嘅而家嘅中國嘅文字，所以我哋記錄咗好多我哋自己嘅歷史啦，我哋嘅文化。所以當其他民族同我哋一齊嘅時候，我哋就會包容到佢哋。甚至更好講，佢哋會慢慢接受。咦，你嘅文化高過我哋，我會接受啦。好啦，講翻而家去以色列人或者希伯來人去到福地又點咧？咁其實客納巷人同已經有佢哋嘅文化喺度。呢個文化包括乜嘢咧？就係嗰個宗教信仰。以色列人係如果講翻成個發展，其實佢哋維護緊嘅係用信仰去維護緊，唔係用一個朝代。如果喺古老嘅文化入邊，用翻頭先我所講中國，我哋就係用緊一個朝代，就係咩啊？係有一個叫共主啊，共同嘅承認嘅領袖嚇。咁即係
慢慢變成係咩啊？係一個我哋叫皇帝啦，或者叫君主啦咁樣。好啦，但係咧而家嘅情況咧係我講緊民長記嗰個年代啦，或者約書亞之後嘅啲講緊400幾年度啦，係冇一個共主出現嘅。其實係靠咩啊？係靠信仰。更好講係講緊以色列人嘅呢個我哋叫佢做亞威嘅信仰。大家唔同嘅民族，或者更好講你唔好開始唔好諗以色列人有12個支派，12個支派唔係團結㗎，絕對唔係團結。你等同你去諗下，等同咗有12個唔同嘅民族，係咁解嘅啫。簡單啲嚟講，我哋都會分我哋自己。例如我係一個廣東嘅花園人，即係近廣州一帶。咁但係咧，我媽咪咧係點嘅咧？我媽咪係潮州人，咁所以咧，其實你要睇到已經係有兩個唔同。我識啲朋友佢係開平喎，佢話俾我聽，唔係喎，佢客家嘅喎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你會見到其實係有自己嘅嗰個文化。例如咁樣講啦，潮州有自己嘅潮州菜我好中意食嘅。不過我哋廣州亦都有我哋廣州人嘅即係食譜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嗰個係兩個唔同嘅文化，一份交流，甚至係一個衝擊。衝擊係點啊？我咧跟我媽咪咧，即係我外公外婆長大，咁呢個衝擊係都幾大。例如潮州人中意食海鮮同埋食魚，我外婆咧係每一餐都要有魚嘅，係習慣嘅啦。咁所以咧，佢習慣咗點樣整魚。好啦，到佢翻去我嫲嫲咧，我祖母即係我媽咪爹哋嗰邊嘅話咧，佢整魚得一樣整法嘅啫，就係清蒸，仲要係啲靚魚。所謂靚魚就係嗰陣時講係斑啦、石斑嗰啲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我平時咧就唔係好中意食呢啲魚。我中意食可能而家都叫做貴魚，但係以前好平嘅啫，紅衫魚啊、蛋雞啊呢啲嘅嚇。咁係潮州人食嘅魚嘅一種做法。我由細至大跟我外公外婆，所以我就習慣你啦。所以咧，當我翻到去我嫲嫲屋企嘅時候去整魚咧，咦，我又覺得，點解會即係以為啦整魚得一種潮州人嘅做法，咁所以翻到去嘅時候，我又覺得，咦，點解會係咁？為我當時細個嘅我係一種唔習慣咯，就係唔習慣啦咁樣。好啦，就係而家嘅問題就係話喺民長記德波納嘅年代，就係民長嘅年代啦。佢哋有佢哋自己嘅習慣，人我講呢個習慣就係亞威嘅信仰嘅習慣。12個支派亦都有佢哋自己嘅習慣，所以咧佢哋自己雖然約書亞幫佢哋分咗唔同嘅支派去唔同嘅地區去生活去建立佢哋成個以色列嘅民族或者12支派嘅嗰份文化都好啦。咁所以咧佢哋都要去一份文化入邊嘅一份習慣嘅一份衝擊啦。呢份衝擊咧，俾民長記話翻俾我哋聽，呢個衝擊係點嘅咧？呢個衝擊咧就係咁嘅，就係佢哋會同當地客納罕嘅人、當地嘅人有一份交流。交流上嚟講咧，就唔同我哋中國嘅或者叫中華文化原來係我哋所謂我哋自大一啲咁樣講，外族咧見到我哋文化強咁，所以接納我哋文化，唔係喎。原來而家以色列希伯來人嗰份嘅文化或者佢哋嘅信仰咧，同客納罕係不相上下，所以咧就變咗互相有一份我哋叫影響，甚至互相去抄襲。好，呢一個就係嗰個情況，所以咧就會即係大家有少少背景，仲有另一樣嘢。仲有另一個背景就係咩咧？就係都係一個好重要㗎。我哋會睇到所有舊約入邊嘅人或者更好講，其實新約入邊嘅人都係呢個世界係有神嘅，佢哋個個都信神，唔係好似而家我哋所講嘅我哋信自己我哋信科學唔係嘅，佢哋信有神。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嗰個神咧，其實唔係佢哋未認識到呢個宇宙得一個神嘅啫，未認識到嘅。未認識到，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梅瑟，包括亞巴郎，都未認識到。如果你睇翻舊約特別係嘅時候，你會發現其實佢哋係知道
亞威係呢個宇宙嘅主，不過佢哋仍然覺得有其他嘅神喺度。所以如果唔係嘅話，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都唔會話做隻金牛出嚟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有一個問題就係話，所有嘢都可以係神，牛動物可以係神，太陽可以係神。呢個亦都係舊約入邊即係講過㗎。我哋點解會做一個用一個叫做受造物變成神嘅咧？點解唔可以去即係呢個受造物所創造出嚟嘅主咧，就係亞威啦，或者我哋講嘅天主咧，去成為一個神咧咁？所以咧，當時嘅人咧就會覺得即係可以去揀啊，可以去揀唔同嘅神。好啦，我想問大家，我諗即係耶穌帶俾我哋嘅信仰係一個好唔同嘅經驗。唔同嘅經驗係乜嘢啊？係一份好密切嘅關係，密切到係講緊，係父子嘅關係，父親同埋自己嘅子女嘅關係，唔再係人利用神去討好神，而神又俾一啲嘢，俾一啲好處自己。呢一份係一個物質相互抵消或者叫做平等交易嘅關係。父同子女嘅關係唔係平等嘅，冇可能平等嘅。我諗大家都會明白。所謂平等就係唔係因為你乖所以我愛你，你唔乖所以你要受罰。呢個唔係呢一個家庭入邊父親同子女嘅關係。好啦，但係為舊約特別係民長嘅年代，甚至真係整個舊約入邊，其實佢哋好多人咧，唔好講話聖經我哋睇到一啲領袖係一啲人民。如果我哋係一個普通嘅人民，我仍然都會覺得我嘅生活、我嘅生命係有神嘅。不過呢個神係要幫我，而係我係要討好佢。咁所以你哋會諗下，究竟會發生咩事嘅咧？亞威其中係一個佢個名，呢個神嘅名，但係佢有其他嘅名號。呢個名號係咩咧？當然，其中一個名號最重要嘅就係亞巴郎嘅天主、伊撒格嘅天主同雅各伯嘅天主。但係有啲名號其實大家唔好忽視，佢就叫做萬軍的上主。可能大家有冇聽過呢個字眼咧？其實仲恩都有首歌叫《萬軍上主》嘅。好啦，咩叫萬軍嘅上主啊？咩叫軍啊？咩叫萬軍啊？就係話軍隊咯，呢個神就係做咩㗎？點解我哋叫佢做萬軍嘅上主？唔係佢有力咁簡單，而係佢有一個全面嘅軍隊，好精鋭嘅軍隊。呢個軍隊我哋做咩㗎？香港有冇軍隊㗎？不嬲都有英軍，甚至而家所講嘅解放軍。但係你喺街嗰度會唔會見到軍隊啊？幾時會見到軍隊啊？唔係講緊佢哋慶祝一啲節日，而係講緊打仗咯。打仗嘅時候你會見到軍隊。如果係一個平安太平嘅年代，你唔會見到軍隊。甚至咁樣講，用喺我哋香港就係咁樣。但係你會諗下唔同嘅喎，有啲地方近嘅台灣，再近啲嘅就係再遠少少嘅就係韓國嚇南韓，再遠啲嘅就係以色列。你會見到其實佢哋係仍然喺一個戰爭嘅狀態，雖然佢哋仍然係一個太平嘅環境，但係佢哋戰爭嘅狀態咩意思？佢哋要全民都要皆兵，係要服兵役嘅。台灣要嘅，南韓要嘅，以色列要嘅。以色列咁好講，係差唔多即係為數甚少甚少，唔知一兩個國家女性都要服兵役嘅，其他國家係男性嘅啫。但係以色列係要女性嘅，都要服兵役。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其實佢哋係做咩啊？喺個戰爭嘅狀態。但係我哋翻去呢個民長記嘅年代，人入到去福地嘅時候，其實想唔想繼續戰爭呢？想唔想繼續漂泊呢？好啦，喺客納罕入邊有啲人，我哋需要去同佢競爭嘅，所以我哋要軍隊，要打仗嘅。但係啊，咁真係我哋都想安居樂業啊，好穩定咁喺一個即係環境入邊生活，所以我哋唔想打仗。好啦。好，我哋入咗去有一個地啦，我哋可以耕田又好，牧羊又好，但係我哋仲需唔需要軍隊咧？唔需要噶咯喎，係咪？
軍隊只係一個後備嚟嘅啫喎，係咪？一個預防嚟嘅啫喎，嚇，所以唔需要喺街度見到軍隊嘅喎，甚至可以咁講，如果太平盛世嘅話，喺街度亦都唔需要警察嘅喎，係咪？咁所以其實就係萬軍嘅上主有咩用咧？因為由梅瑟開始，佢哋就會覺得呢個上主只係一個軍隊嘅，俾一個戰爭嘅時候保護我，動亂嘅時候保護我嘅。所以呢一個就係萬軍嘅上主。呢一個有少少以色列人當時舊約嘅以色列人去領悟到、體會到嗰啲嘅天主係咁。所以你會見到幾時發生啊？就係埃及嘅軍隊去追翻離開埃及嘅呢班以色列人嘅時候，希伯來人嘅時候，你會見到嗰個軍隊就係俾萬軍嘅上主去點啊毀滅咗啦，喺紅海嗰度。咁去到約書亞嘅年代，約書亞年代亦都係即係有軍隊去阻礙咗即係以色列人去前進，所以佢就用軍隊去打仗，甚至有一個戰爭係冇以色列人冇用到一兵一卒而贏咗嘅，就係耶利哥。約書亞圍住耶利哥城係嘛，行咗7日，第7日就行7次，用嗰個叫做約櫃，跟住之後耶利哥城牆就冧咗啦咁樣。咁呢一個就係嗰個佢哋要用武力，用好強嘅力去爭取自己嗰個國家或者嗰個地方。但係慢慢，我哋分到地方啦，仲需要嗎？就唔需要呢一個所謂嘅萬軍嘅上主。所以咧，其實咧就係乜嘢啊？簡單啲嚟講，真係簡單啲嚟講，你可以喺一個超級市場入邊去揀唔同嘅貨品，同埋唔同貨品入邊嘅牌子。好簡單一樣嘢，你就會本來咧我就用開 Temple 嘅呢個廁紙嘅，但係後來咧就發現 Temple 為我嚟講咧都唔合用喎，或者我已經唔需要咯噃，甚至有一樣貴得滯喎，咁我咪揀另一個牌子咯。個情況類似啦，以色列人會覺得我已經想安居樂業啦，係唔需要再去打仗啦、漂泊啦，所以我揀另一個神。呢個神係點啊？風調雨順嘅，所以你會見到喺舊入邊成日都有個叫做巴爾神。巴爾神係講咩啊？係風調雨順嘅，係大自然閃電、雷電、落雨嘅神。仲有呢個神，除咗為農民嚟講係需要嘅話，但係最重要係一個生育嘅神。所以咧，如果巴爾有啲神像咧，佢好多個乳房嘅，就代表佢好生得。牧羊人係需要嗰啲羊又好啊，牛又好，可以繼續去有即係生啲羊仔、牛仔咁樣噶嘛。咁所以咧，所以點解佢哋會拜巴爾？所以我哋會慢慢明白，因為我哋而家係認識一個宇宙得一個神嘅啫，所以我哋就會覺得點解當時嘅人點解唔即係會去即係拜邪神咧？咁而家我哋唔會嘅，我哋明白係一個神，但係當時希望大家明白，佢哋唔係咁樣睇，佢哋會樣樣嘢都係神，所以佢哋要嘅係咩啊？風調雨順，等於我哋去同天主去祈禱都一樣嘅啫，係冇改變個心態。我哋都係一個選擇，我哋同天主講，希望你幫我點點點點。其實只不過當時嘅人只係話去分類，將神去分類，上主、天主、亞威就係負責戰爭嘅，打退敵人嘅，巴爾係風調雨順嘅。咁我即係選擇唔同嘅神、唔同嘅對象，但係而家嘅我哋每一個人其實可能都係一樣，只不過對象係一個。但係入邊嘅仍然都係想自己能夠安居樂業。但係耶穌話俾我哋聽，最重要係咩啊？呢個天主、呢個上主、呢個亞威就係我哋嘅父親，唔係我哋需要去討好呢個父親，佢先至愛我哋。呢個係最重要，耶穌話俾我哋嘅嘢。好啦，講翻民長記，所以我喺呢一個 PowerPoint 入邊咧都寫咗民長記係以民犯罪，以色列人犯罪，跟住上主發怒，敵人侵襲，
以色列人呼求天主上主，上主興起民長，民長可以用佢嘅武力去力挽狂瀾，跟住民族可以安享太平。呢個係一個循環，成個民長記大大小小嘅民長係有14位嚇。咁呢14位嘅民長其實咧都喺呢個循環當中。咩意思啊？以色列人犯罪，犯咩罪啊？就係頭先我所講，佢哋唔要天主成為佢哋自己嘅主，或者佢哋唔要天主成為佢哋嘅神啦。去用客納罕人嘅神當為自己嘅神，咁所以咧，上主發怒啦，點樣去讓佢哋？啲發怒可唔可以係話好似以色列人做錯嘢？但係我哋如果睇清楚嘅話，其實上主用一個方法去煉淨啦，或者係叫做清除啦呢一種以色列人嘅嗰個心態係啦。咁所以咧就用翻當地嘅人，特別係講客納罕人去點樣去用軍事啦去侵襲翻以色列人嘅土地啦咁。但係以色列人咧，即係成個民長嘅入邊咧，其實有陣時會好弱嘅。所以咧，以色列有求天主啦。記得啦，因為打仗啊嘛。唔知大家頭先我有冇？唔知大家聽唔聽到？因為要打仗，所以我哋翻去求天主啦。咁所以咧，天主咧就興起民長啦。所以呢個循環係冇改變過㗎，冇改變過成個以色列人對上主嘅嗰個認識嘅。跟住之後，民長帶住軍隊就去打仗啦。咁跟住之後得到平安。好啊，呢一個就係嗰個情況。不過咧，以色列人嘅民長記入邊另一個最重要嘅就係話，佢勸勉我哋睇民長記嘅人記得一樣嘢，我哋唔好去犯罪。所謂犯罪嘅話，就係宗教上嘅墮落啦。我再強調或者重複多次，所謂宗教上嘅墮落，其實係今時今日我哋認識咗耶穌基督，我哋唔好忘記呢個天主唔係讓我去做一啲嘢，等同天主同我平等交換嘅天主，唔係咁嘅。呢個係愛我哋嘅天主，係耶穌話俾我聽，呢個父係愛到我哋，同埋佢自己耶穌基督愛我哋愛到極點嘅。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嗰個最唔同嘅地方，為我哋耶穌基督帶俾我哋最革命性嘅一個信仰嘅就係呢一度。所以我哋唔係我哋而家仲要奉獻牛啊羊啊俾天主，或者我哋所講中國人所講，我哋要去拜神咧，要隻燒豬啊切隻雞啊俾佢，唔係呢一樣嘢咯嚇。即係如果冇呢隻雞啊或者還神嘅話咧，咁出年我哋就會有麻煩啦。咁唔係呢一樣嘢咯，記得嘅。好，所以咧睇翻啦。其實喺民長記入邊咧，即係開始嘅時候，第一、第二章咧都差唔多概括咗成個嘅點講啊？成個民長記入邊所講，頭先我所講嘅呢個循環嘅。咁民長會興起，民長嘅責任係啲咩咧？民長如果用英文嚟講咧，叫做 judge 啊，即係法官啊、判官啊。咁所以但係咧，我哋天主教會叫做民長，但係基督教咧，我哋叫史事老師嘅師，跟住士兵嘅士，好啦，跟住咧就係佢哋有啲乜嘢特別嘅咧？咁當然啦，佢係成為咗一個領袖，但係呢個領袖唔係君王，係突然間嘅，好有一種我哋叫做唔係制度性嘅。唔係制度性嘅領袖應該咁講，所以咧就唔會話民長個仔咧就會繼承咗個民長嘅地位，唔係，甚至我哋可以咁講，呢個唔係制度性咧，就係個好神恩性嘅好個別地嘅一個佢嘅特質，使到佢成為民長。可以咁講，係天主特別叫民長去出現嘅。使到以色列人可以做一啲咩咧？就係幫緊受苦嘅以色列人可以好喺民長嘅年代能夠有一個所謂嘅即係打退敵人啦，係啦，冇錯，打退敵人同埋跟住安居樂業啦。不過好可惜，
當成日都係嗰樣嘢㗎啦，安居樂業之後，佢哋就會唔記得咗天主，或者我用我嘅諗法同埋我嘅概念就係咩啊？佢哋唔需要天主，唔係佢哋忘記，係佢哋唔需要天主啦，因為佢哋認為天主就係一個打仗嘅軍隊嘅神嚟嘅啫，咁樣。好啦，但係咧點解咧？點解天主咧？即係用翻我哋嘅角度去睇啦。點解天主要喺呢個差唔多400年入邊咧？會有好似咁嘅循環咧，讓以色列人繼續係不停咁呢個循環，呢個循環咧，兩樣嘢就係我呢個即係 PowerPoint 呢一頁入邊嘅中間嗰度，佢哋上主保留咗客納罕民族。嗱，其實咧，某個程度上有人會問點解天主或者用民長或者用某一個領袖用一個軍隊去趕走又好，毀滅成個客納罕民族咧咁，但係天主冇咁樣做。有人去分析，有人去睇翻，就係話讓以色列人仍然喺客納罕嘅民族入邊有兩個原因：訓練佢哋作戰，考驗佢哋係咪遵守梅瑟法律。咁點解係咁嘅情況咧？咁我諗就係天主讓佢哋唔好忘記嘅就係安居樂業當中，亦都有個危機意識。呢個危機意識有當時嚟講只有即係冇外交嘅嚇。當時嚟講嘅民族唔係用外交嘅，而係用緊邊個拳頭大啲，邊個拳頭有力啲咁就去。咁所以咧就訓練佢哋有呢份唔好忘記，縱然有安居樂業都好，都有一個危機嘅。呢個危機唔係單單天災，而係一個戰爭嘅危機。所以咧，讓佢哋有一份啲嘅警覺性。最特別嘅，點解訓練佢哋作戰咧？其實一個我哋翻去點解打仗係好咩？天主點解你會覺得打仗好咧？咁其實唔係啊，而係講緊乜嘢咧？就係講緊佢哋有冇紀律。軍隊係要講紀律，訓練佢哋作戰嘅其中一樣嘢，簡單啲嚟講，佢哋有個規矩，有個紀律，亦都有個警覺性。我諗呢個值得我哋再去睇翻我哋自己每一個人。我哋有信仰嘅喎，我哋有冇呢個紀律咧？其實我哋呢個紀律，教會一直以嚟都透過唔同嘅方式，渴望我哋有呢個紀律。呢個紀律係乜嘢啊？唔好忘記天主，甚至我哋呢個紀律係咩啊？係一個靈修嘅操練，咩方法都得。如果我話訓練佢哋作戰，我加多2個字喺中間，訓練佢哋靈性嘅作戰，唔知大家會唔會咁清晰啲咧？其實就係講緊我哋靈性嘅作戰。每一個靈修嘅人咧，都要有一個紀律嘅。每一日係要做啲咩？做啲咩嘢？做啲咩嘢？正如我哋神父雖然我唔係一個修會神父或者教區神父，但係我哋需要嘅係每一日都要開彌撒，我哋每一日都會默想，我哋每一日都會入課。呢個係一個紀律嘅問題。但係修會有佢哋自己修會嘅一啲嘢，例如特別隱修院啦，隱修院你見到佢哋點樣個紀律嘅生活，一日7次嘅祈禱，或者幾點鐘做啲咩，幾點鐘做啲乜嘢。但係我諗我哋特別係香港嘅我哋嘅教區神父做堂區神父，未必能夠可能話7點鐘可以做咩嘢，8點鐘做乜嘢，未必係咁。不過我哋都會有，希望你哋都會有咯，即係有陣時我係嘅係好多嘢做，好多嘢做，但係就即係我哋有冇啲時間係俾翻我哋自己同天主一齊咧咁？另外一啲紀律係乜嘢啊？就係為天主而犧牲。其實呢個犧牲唔係為天主嘅，其實係我哋嘅鍛鍊嚟嘅咋。教會鍛鍊我哋，例如逢星期五守小齋，逢星期五唔守小齋都好，我哋嘅香港主教就話我哋豁免咗，但係要用愛德服務去
去代替啦，或者愛德服務作為一個守小齋嘅一個代替品啦咁樣。咁呢個都有紀律嚟嘅喎，係咪嚇？例如聖教四規講緊嘅一個紀律咯，係啊。不過呢個紀律咧係點㗎？其實講真，你唔守咧就冇人捉你嘅。我哋冇宗教警察嘅，係咪？就算你唔守，就咁講啦，守小齋，你唔守冇人知嘅可以嚇。但係呢一個只不過係我哋會唔會叫做點啊？冇咗個機會係同愛我哋天主嘅一份聯繫咁解，係啦。好，第二考驗他們在是否遵守梅瑟法律，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即係可能係作戰啦，為民長記入邊嘅以色列人嘅作戰係身體嘅作戰。頭先我所講，為我哋一個靈性嘅作戰，但係同一時間，我哋有冇遵守梅瑟法律？我哋唔係單單遵守梅瑟法律，而係我哋有冇去聆聽天主嘅説話，真係天主嘅聖言咯嚇。佢哋係講梅瑟法律，我會覺得為我哋基督徒嚟講係天主嘅聖言嚇。我哋有冇咧？其實我哋每一日嘅彌撒嘅經文，每一日我講緊嚇，我哋有冇去睇咧？其實可能鼓勵大家，我哋有啲樂人出版社每日聖言嗰啲啦，其實好短嘅咋嚇，可以讓我哋用一兩分鐘，甚至長嘅嗰時候嘅福音啦，講緊嚇，長嘅時候都係3分鐘度，咁我哋可以睇一睇，至少我哋會聽到天主説話。點解我會覺得天主説話咁重要？唔係講緊嗰本聖經啊，唔係講緊呢本經典去教我哋做人，而係呢啲説話係有生命力，甚至係講緊有力量嘅。呢個要靠大家嘅經驗經歷嚇，去慢慢體會到。有陣時天主同我哋講嘢，有陣時耶穌嘅説話，有陣時刺激緊我哋。可能係一個安慰、挑戰，甚至係一個鼓勵、讚賞都唔定添。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呢個係天主嘅説話咯。我哋神父或者神職人員會念嘅日課，修女會念嘅日課啊，修道人會念嘅日課，其實都係呢個係天主嘅説話。係咩説話？聖詠咯。聖詠就係天主嘅説話，係咪？呢啲天主嘅説話係有陣時每一日去歌唱又好，誦念又好，係令到自己有嗰份力量，係啦。所以重要嘅就好似以色列人，佢喺呢個第二嘅部分入邊所講，遵守梅瑟法律。佢哋認為遵守法律嘅非常之重要，遵守法律就係同天主有一份關係。唔遵守法律，違反法律就係違反天主。但係為我哋基督徒，我哋要再睇下啦，咩叫係同天主嘅聯繫咧？其實就係我哋要聆聽，我哋要宣講天主嘅聖言咯，就係咁樣。所以咁樣嘅呢一個克納罕民族為以色列人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戰，但係天主容許點解？因為至少啲有2個目的，有2個理由，就係訓練佢哋嘅作戰啦，要遵守梅瑟法律，為我哋喺呢個世界生活入邊，都呢2個理由，天主讓有啲考驗俾我哋，都可能嚇，至少都有啲2個理由啦，係咪？我哋靈性嘅作戰啦，我哋要去聆聽天主嘅聖言啊，咁樣。其實我哋睇翻成個民長記入邊，我哋重重複複，至少我嘅生命都係啦，有陣時會忘記天主啊，違反天主嘅誡命啊之類咁嘅嘢，跟住之後咧，有一份感覺到，咦，自己有啲生命入邊有啲唔順，我就求天主啦，天主亦都會用佢嘅方法令到我可以慢慢得到。即係有啲人去幫自己，跟住之後咧就天主嘅拯救，跟住之後咧我就能夠得到即係信仰上嘅進步啦。跟住之後其實又再去重複，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嚇。所以民長記為我哋嘅靈修都係咁樣。我哋講翻德波勒，你見到有希伯來
文嘅嗰種寫法，羅馬直譯嘅或者我哋即係外文就係咁。德波勒係咩意思啊？一個蜂蜜。德波勒咧係一個女文長，係成個文長記入邊咧第四個文長。你哋會睇到第四章同埋第五章。咁好有趣嘅，喺當時嚟講咧，以男性為主動嘅社會咧，出現一個女文長，甚至係第一個女文長咧，係好即係好罕有啦，應該咁講。咁但係咧，就天主偏偏選中佢，而佢嘅嗰個地方，即係德波勒生活嘅地方嘅希伯來人咧，都揾佢做咩嘢啊？揾佢做判官。所以咧，德波勒咧，我睇翻先，佢會喺一個阿弗辣因山地啦、納馬同貝特爾入邊咧，喺嗰個德波勒棕樹下邊，而以色列子民咧去佢嗰度咧聽佢嘅判斷。嗱，民長頭先我講英文叫 judge， 即係法官、判官。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有啲乜嘢嘅困難，佢就會揾民長去。首先，民長第一個角色就係做判官。但係呢個判官唔係用自己嘅睇法去出發，民長或者更好講，天主揀嘅民長就係以天主嘅判斷去出發，所以咧德波勒係天主揀選嘅嚇。點樣揀選冇好似其他先知甚至嗰啲其他聖人去講得好清楚，不過佢就好自然地成為咗當時嘅民長啦，仲要係一個女性添。佢丈夫有佢丈夫嘅因為當時係一個男性嘅社會啦，所以佢嘅丈夫咧叫做拉披多特。咁意思係咩咧？拉披多特咧就係火炬啊，火炬。咁咧就聖經入邊出現咗一次嘅啫，跟住之後咧就冇講啦。聖經佢話係一個拉披多特嘅妻子德波勒，係咁樣，就係咁嘅啫。好，咁啊，跟住之後咧，就即係我想表達緊嘅就係呢個女民長嘅喺當時男性社會入邊嘅嗰份特質、嗰份特別咧，應該咁講。咁啊，德波勒有啲咩事蹟啊？咁樣咁，除咗去做判官之外咧，就係去睇到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克納罕王啊。當時嘅克納罕有佢哋嘅民族嘅喺度嘅，係咪？其他民族唔係以色列人，唔希伯來人，所以咧佢有佢嘅王。但係好可惜，希伯來人係冇皇帝嘅，冇君主嘅，冇君王嘅，咁只有民長嘅啫。可能係甚至係唔同12支派有佢哋嘅長老都唔定。咁但係咧就唔係好團結。好，民長另一個角色就係團結12支派，或者少過12支派。例如德波勒。佢係少過12支派，有幾個支派係冇跟住德波勒去同克納罕王打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可能佢哋嘅地域上遠啊，嚇佢哋比較喺北部地區多啲，南部地區佢哋就少嘅，即係嗰啲支派冇去參加呢一個德波勒記載入邊嘅戰爭。好啦，克納罕王去叫做亞賓啊。亞賓佢好覺得要有擴大佢嘅勢力啦，咁但係所以咧佢就有個軍長叫做色色納，咁有以色列人好困難嘅一個地方就係咩咧？佢哋未有一個好強嘅對抗緊我哋叫做戰車嚇。呢一度咧係記載咗第四章民長嘅第四章係記載咗亞賓或者色色納呢個軍長有900部鐵甲車。鐵甲車如果你哋知道叫做嗰啲叫咩戰車咧，係一定係平坦嘅路先至可以用嘅。如果唔係平坦嘅路咧，有即係例如山區啦，或者係河邊啊、沼澤啊，係唔可以行到咁斜。但係好可惜嘅就係以色列人冇戰車，冇呢個技術去，甚至係一個鐵甲嘅戰車添，係咪？好似900輛戰車好似好少咁。其實你要睇翻一部戰車可能有1至4個人，但係佢揸住嗰部戰車去操控或者駕駛嗰部戰車，
但係喺戰車側邊亦都有其他嘅士兵嘅，甚至一部戰車可以背100個士兵嘅。呢個就係一個當時嘅軍事嘅嗰個戰略嚟嘅。當然係由所謂可以係冇啦，可以係冇，就係戰車自己一個，所以由0到100。咁所以咧，如果0到100嘅話咧，咁即係如果假設0就900啦，900再乘4就係講緊可能3000幾人啦。如果佢再加埋100嘅話咧，就唔止噶咯喎，係咪？再加埋一齊就好多人噶啦咁樣。所以你見到成個克納罕王嘅軍隊係唔簡單，仲要係鐵甲車嚟嘅。鐵甲車相對咧，而家以色列人德波勒所有嘅人咧，就係咩咧？係10000個步兵，喺第4章都有記低咗，係10000個步兵。步兵同戰車交戰，邊一個會優勝啲咧？係咪？好啦，咁所以咧就你會睇到，其實戰爭嘅呢一個兩邊咧嘅人數咧係有少少出入，但係我哋唔能夠好準確知道係幾多。不過如果係10000個步兵同900輛戰車，我哋相信聖經學者都相信佢哋嘅士兵嘅數目係差唔多嘅啫。如果唔係冇得打嘅咁樣。好啦，咁而家個問題係啦，德波勒其實係咪佢主動由德波勒出現要話佢要打克納罕王咧咁樣？唔係嘅，就係色色勒呢個軍長開始去侵擾咗德波勒所生活當中嗰個地區。咁但係咧有一個人物，一個軍人叫做巴勒克，巴勒克去主動揾德波勒，因為德波勒本身已經係一個民長嚟㗎啦，係咪？係一個判官嚟㗎嘛，所以巴勒克去問德波勒，究竟我哋係咪需要去同克納罕王同埋呢個軍長色色勒去打仗咧？德波勒就話啦，係要打嘅，咁亦都叫巴勒克去邊兩個支派去或者地區去召集步兵，最後尾跟住嘅有10000個步兵，10000人喺度。好啦，德波勒就話你去打。巴勒克講乜嘢啊？巴勒克話：如果你唔跟我一齊出征嘅話，即係同德波勒講，你唔跟我一齊出征嘅話咧，係我會即係可以咁講，言語之間咧，應該就睇到巴勒克有一份恐懼喺當中，所以要求德波勒同佢一齊出征。點解？因為德波勒係一個天主所揀選嘅民長，所以咧可能巴勒克有德波勒喺度就會覺得天主喺度啦咁樣。好，所以德波勒應承咗。德波勒應承咗之後咧，但係應承之後即刻同佢講，但係今次嘅戰爭雖然會贏，但係呢個贏唔係因為你巴勒克，係因為一個女人。會贏係因為一個女人，更好講係會贏係因為上主自己出手嚇，所以巴勒克冇呢一份功績嘅，巴勒克亦都知道嘅，所以亦都要求德波勒去同我一齊。呢個女人唔係德波勒啊，呢個女人就係下邊啦，下邊叫做赤貝爾妻子雅厄爾。雅厄爾係邊個咧？就叫做克尼人。克尼人其實都係克納罕呢個地區入邊嘅一個民族嚟嘅啫。同希伯來人咧係冇關係嘅，但係克尼人喺一個地域入邊。好，等一陣再講翻克尼人同埋呢個雅厄爾啦。呢兩個以色列人同克納罕王領軍嘅係巴勒克同埋色色勒。好啦，開始打仗，步兵同戰車點樣打？冇辦法打嘅。但係以色列人喺邊度啊？喺山區，所以戰車只係平原入邊可以叫做所向無敵。但係喺山區入邊佢哋唔得。好，喺第4章冇講，但係第5章入邊有講緊嘅就係天主點咧？天主自己出手，自己用一啲災禍，可能係落雨啦，令到當時嘅平原就變成沼澤，好多水。落雨令到
黑紅河，我唔記得咗，我哋睇一陣，我哋可以再一齊睇嗰句河係泛濫啊，所以你見到個戰車唔能夠即係發揮佢嘅功用，所以嗰1萬步兵係可以打贏個戰車，就係喺呢一度。第一山區，第二天主出手，用天災，用大自然嘅可能特別係落雨啊、閃電啊呢啲，令到呢個戰車唔能夠好好咁去發揮佢嘅作用。好啦，咁呢個納貝爾嘅妻子阿厄爾係咩嘢咧？就係克尼人。咁呢一個色色納呢個軍長，佢打敗咗，即係打敗仗啊，被打敗仗，佢成個900輛戰車咧都冇晒啦，佢要逃走。逃走去到邊度咧？去克尼爾人嘅嗰個地域當中。克尼爾人應該同呢一個赫勒王咧有啲關係嘅。但係色色納走入去，以為呢個可能係盟友啦，或者甚至係朋友啦，去嗰度。咁但係啲人希望呢啲克尼人會保護自己。好啦，但咁入到去邊度咧？入去阿厄爾嘅帳幕入邊。咁所以咧，阿厄爾就話啊，我保護你啦，你入嚟啦咁樣。入到阿厄爾呢個女人嘅帳幕當中，咁阿厄爾就用一個毛氈去覆蓋住咗個呢個色色爾呢個軍長。咁色色爾都問話啊，我好口渴，希望咧你都俾啲水我飲。咁阿厄爾咧就俾咗一啲奶俾色色納。嗱，我強調唔係水係奶。咁等一陣我會講點解咧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因為色色納可能好嗰啲叫咩啊？好攰啦，咁所以咧就佢瞓着咗。咁跟住之後咧，阿厄爾亦都知道巴勒克嚟到啦，因為佢亦都唔會收唔到信息話有戰爭噶嘛。咁所以咧，阿厄爾咧就好好咁樣去做咩咧？就係好啦，知道呢一個色色納係一個失敗嘅軍長，或者係戰敗嘅軍長，所以咧佢做咗一樣嘢，就係拎咗一個佢哋紮營嘅嗰啲釘同埋一個錘。當色色納喺佢自己嘅帳幕入邊瞓緊覺嘅時候，佢就一嘢鑿落去。希望大家明白啲係鑿落去，由邊度啊？太陽穴嗰度鑿落去。所以咧，嗰支釘應該好長嘅，即係佢要搭個帳幕嗰支釘。咁所以咧，佢色色納咧就被由太陽穴鑿落去之後咧，就釘死咗喺嗰個帳幕入邊，釘落去地下嗰度。咁所以咧就色色納所有嘅出征嘅軍隊咧就全軍覆沒啦，包括呢個軍長呢個咁出色嘅軍事家。咁所以點解德波勒之前同巴勒克講咩啊？我話今次嘅勝利咧唔係因為你，係因為呢個女人。呢個女人係咩啊？阿厄爾啦。所以阿厄爾最後尾都迎接巴勒克，讓佢去到帳幕入邊睇到色色納嘅死咗嘅被釘死咗嘅嗰個屍體嘅咁樣。好，咁跟住之後咧有一樣嘢啦，就係第5章啦。第5章因為贏咗啊，成個軍事嘅勝利啦，咁所以咧有一個叫做德波勒嘅凱旋歌。咁呢一度咧都值得睇，即係成個第5章呢個凱旋歌咧就係其實咧好古老嘅。好古老嘅一首歌，誒咁樣講啦，如果大家見到我嘅而家喺個鏡頭前邊，我隻左手我一定要掂住我隻耳仔後邊，因為呢個係一個穴位，因為我唔知係咪因為感冒，所以我耳仔有少少唔係點講啊？有個症狀啊，我一定要撳翻呢個穴位啦。如果唔係咧，我會聽到自己講嘢嘅聲音，嗰個回聲好大，好似嗰個氣壓咁樣。呢個係係嗰個咩啊？感冒或者唔舒服嘅情況，所以我一撳住佢咧就會好好多。如果唔係，我會聽得好辛苦。唔好意思啊，我咁樣嘅情況。好啊，德波勒嘅凱旋歌。就係講翻成個第4章所發生嘅事。呢一個好古老嘅凱旋歌，或者好古老嘅詩歌，但係咧好可惜咧，如果聖經嘅研究者咧，佢哋都發現咧，其實係失傳咗好多零碎啊，所以咧係好多咧唔係好協調嘅地方。當然我哋中文睇唔到啦，用翻原文可能佢就會睇得好好。所謂嘅唔協調就係你個詩歌入邊嘅嗰啲
詞啊，點樣用啊，咁樣嘅唔協調嘅啫，內容係冇唔協調嘅。好啊，咁甚至咧，因為德波勒係第一個女民長，所以咧佢哋德波勒有另一個稱號嘅，叫做以色列之母喎。咁呢個都唔喺聖經入邊寫嘅，不過係其他嘅記載入邊啦，以色列之母。咁只不過係因為佢喺佢嘅年代啦，做民長嘅年代咧，佢打贏咗仗。好，我哋想同大家一齊睇下，用啲時間去睇下呢個第5章就係德波勒嘅凱旋歌。佢話為咗以色列中間有指揮嘅元帥，為咗百姓自願從軍，你哋要慶祝要應祝頌上主。所以咧，其實成個情況就係上主嘅一個指揮嚟嘅。跟住佢就話：諸民請聽，君王請聽，諸侯側耳，對上主我要歌唱，要讚頌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上主，當你由色伊珥出征時，當你由厄東地前進時，天搖地動，密雲滴雨，山岳搖搖欲墜，在上主前，在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前，你會見到成個德波勒去唱呢首歌嘅時候，其實唔係講緊嗰班軍人有幾英勇啊，有幾點，而係講緊上主係點樣為佢哋出征，為佢哋打仗。咁呢一個咧，你會見到其實頭先我已經所講，天主係出手係乜嘢啊？係佢自己嘅嗰個大自然嘅，例如天搖地動，可能係地震啦，或者更好講，可能係山崩啊之類之類，有雨啦，係咪有密雲啊咁樣？咁所以咧，呢個係講緊天主自己出手啦。好，我哋繼續睇啦。亞納特之子沙密加爾年間，在為奴的當時，商隊撿職，行人轉向彎曲的密徑，威力在以色列消逝了，消逝了，直到我德波勒崛起，直到以色列的母親興起。所以咧，其實呢首德波勒之歌，其實就講緊。真係講緊一個歷史啊！呢個歷史就係話以色列人究竟發生咩事咧？就係話俾人去奴役緊啦，俾人去即係叫做咩啊？壓制緊啦，係啦。咁直到幾時啊？咁德波勒就話直到我嘅興起，以色列嘅母親興起，以色列選擇了新神，戰爭即臨門下。呢個新神咧唔係講緊天主喎，呢個神係講緊係客納罕地入邊嘅嗰啲神喎，可能包括巴爾啦。咁所以咧講緊以色列就係講緊呢班以色列人咧去選擇咗客納罕地嘅人，所以上主容許戰爭出現啦。4萬以色列人中不見一便盾牌，一支長矛，我的心靈向往以色列首領，向往百姓中自願從軍者，請你們祝頌上主。呢度講咗有4萬人，4萬個以色列，唔係講緊軍隊，係講緊人民。但係呢個人民係冇準備要打仗，所以你唔會見到一個盾牌、一支長矛，即係話入邊係冇軍隊嘅。咁但係咧，就慢慢咧，佢話向往百姓中自願從軍者，慢慢咧有啲人見到呢種危機啦，所以佢即係叫嗰個叫做嗰個自己嘅軍巴勒克啊嚇，即係以色列人嗰個軍事領袖巴勒克咧，去召集以色列人，邊個願意出征？最後尾有1萬人跟住巴勒克。騎白驢的、坐華戰的和過路行人的，你們要歌唱，加入水泉間繚繞的歌聲。那裏正在歌頌上主的勝利，歌頌他統治以色列的勝利。上主的百姓速下到城門口。咁呢一度咧係講緊，因為打仗而家嘅乜嘢咧係歌頌緊嘅嗰份勝利，因為呢個係嗰個德波勒嘅嗰個凱旋歌。好啦，打仗係點㗎？奮發啊，奮發！德波勒，奮發啊，奮發！請歌唱，奮勇起來，巴勒克！亞比洛可的兒子，擒住你的俘虜，英雄的後裔，請出征！上主的百姓，請隨勇士為我出征。之前已經講咗呢個勝利，不過而家開始講緊戰爭啦，已經開始出征啦。阿弗辣因盤踞在山谷中，本亞明隨你加入了行列，領袖由馬基爾進軍，手執權杖的由則布隆出發。
伊撒加爾的首領與德波勒和巴勒克相介，巴勒克在山谷中率領自己的步兵襲敵勒烏本境內，大有運籌帷幄之時。為什麼你坐在羊圈內靜聽牧童的笛聲？勒烏本境內都是猶疑滿懷的人。基勒亞德在約旦河東安居，單人為什麼寄居船上？亞協爾在海岸靜坐在港口休閒。塞布隆是好冒險、好冒死捨命的子民。納菲塔里在高原上奮不顧身。君王齊郎應戰鬥，克納罕眾王應戰，在麥基多水旁，塔勒克未曾掠去一個銀錢。好，呢一段咧係講咩咧？你會見到好多人名，其實呢啲名咧係講緊十二支派嘅名字嚟嘅。你會見到最開始嘅時候同埋最後尾都會有一啲十二支派一啲人物咧係出去話打仗，但係中間你會見到由為什麼你坐在羊圈內啊？靜聽牧童嘅笛聲，勒烏本境內都係猶疑滿懷嘅人，有幾個支派係冇參加呢個戰爭嘅，所以呢一度咧會睇到，其實呢首凱旋歌咧，其實係講緊某個程度上係邊一啲人有出過力，邊一啲人冇出過力，就係講緊啲凱旋歌入邊都有唱呢首歌嘅。好，星神由天上參戰，自其軌道與色色勒交鋒。嗱，呢個有少少明白一樣嘢。當時嘅人物咧，認為戰爭係點啊？戰爭咧係兩個民族或者兩班人所信嘅神喺天上邊繼續打交。邊一邊勝利嘅話咧，其實就係話嗰個神已經打贏咗。所以喺呢一度佢所講星神由天上參戰咧，就係講咩啊？就係天主萬軍嘅上主，呢啲星神係天主嘅士兵，所以佢就即係由呢一段呢一句入邊咧，我哋可以少少睇到，原來佢哋嘅嗰個觀念啊，萬軍嘅上主係點啊？就係佢即係邊啲係佢嘅軍隊啊？數唔清喎，萬軍係講緊數唔清，就係好似星神上邊星神嘅數目數唔清一樣咯。咁所以咧，呢一個就係講緊上主係親自參戰嘅，去同邊個色色勒交鋒。所以咧，下一句即係話黑紅河急流將仇敵沖沒，我的心靈勇敢踐踏吧，勇士急奔飛騰，馬蹄達達作聲。所以上主嘅參戰係點樣參戰啊？唔係真係派所謂嘅戰士去殺佢哋啲敵人咯。呢個參戰咧好得意嘅，就係話呢一度咧，特別係講緊呢一度啦，呢條黑紅河係泛濫咯，使到即係嗰個戰車嗰啲鐵甲車冇辦法去好好咁去衝鋒陷陣啦咁樣。咁所以咧，啲步兵比較即係。雖然係步兵啦，咁但係咧喺呢啲咁惡劣嘅境況入邊咧，其實係嗰個機動性甚至佢個靈活性係好大，所以呢個凱旋歌入邊所講嘅勇士急奔飛騰係啦，就係咁解啦。馬蹄達達作響，呢個係一個形容緊一啲好靈活，可以唔受車輛受喺沼澤或者水所影響嘅咁樣。好，最後一句啦，呢一頁嘅最後一句啊，詛咒麥洛茨，詛咒其中的居民，因他未率領勇士來協助上主。麥洛茨係乜嘢咧？就係色色勒，或者我哋叫做呢個敗軍，呢個輸咗嘅，即係克納罕王嘅軍隊所最後尾嘅嗰個地方，而色色勒要去到叫做嗰個叫做唔好意思啊，我睇翻前邊先。呢個係啦，克尼人嘅嗰個地方。克尼人咧，其實咧就係頭先都提過下啦，就係克納罕王嘅可能佢嘅朋友啦，即係友好啦，應該咁講。或者更好講係個盟友都唔定。咁喺當中點
點解會話即係呢個係德波勒點會話去詛咒呢個民族咧？係因為當呢一個色色勒去到呢一個克尼人嘅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咧係都有一個距離嘅。即唔係即係點講咧？唔係一個距離，對唔住。佢入到呢個地域入邊咧，入邊有好多人噶嘛，唔係淨係得嗰個赫貝爾嘅妻子亞厄爾噶嘛。咁有其他人，但係呢一個敗軍嘅將領冇人敢去即係捉住佢啦，或者殺死佢，除咗呢個人啦。叫做亞厄爾，亞厄爾在女子中是可讚美的。在居於帳棚的女子中是可讚美的。呢句說話唔知大家有冇覺得有少少好熟悉啊？呢句說話點解呢首歌點解咁樣講？呢首歌係好古老，古老到其實每一個以色列人讀聖經嘅時候都會唱到呢首歌。咁所以咧，呢句熟悉嘅類似嘅字眼咧，其實喺邊度出現咧？就係瑪利亞同伊撒伯爾。瑪利亞去到伊撒伯爾屋企，伊撒伯爾即刻話咩啊？你在女子中，即係就可讚美的，你嘅親子耶穌一樣受讚美嘅。其實瑪利亞嘅或者成個路加福音，無論係聖母讚主曲，無論係匝加利亞嘅讚主曲，其實咧都有好多舊約嘅嗰個歌詞啦，或者叫個詞語嗰個影子喺當中。呢一句好多聖經學者都話同伊撒伯爾對住瑪利亞講嘅係絕對係類同同埋類似嘅。好，跟住之後咧就係講緊色色勒啦，呢個他即係開始黃色嗰度啦，他求水。但得他即係呢個亞厄爾俾咗奶，而珍貴嘅杯盤呈上了乳酪。好，發生咩事咧？就係點解唔會俾水佢咧，而係俾奶佢咧？因為佢喺個奶嗰度落咗迷藥。呢一個咧都係以色列人解釋呢段聖經入邊認同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嗰個佢呢一個咁嘅亞厄爾咧，係冇可能作為一個女性，冇可能用釘佢由太陽穴釘佢落去地下嘅。他左手拿着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錘子，打擊了色色勒，打穿了他的頭顱，擊穿了他的太陽穴。軍人咧，其實咧就好機警嘅，係咪？佢唔能夠即係原則上應該佢嘅敗軍之一啦，逃亡之一啦。點解佢會可以分碎咧？咁第二句係話，在他腳前屈身仆倒，深深入睡，就係講緊色色勒喺呢個亞厄爾呢個女子前邊去深深入睡，昏迷致死。在他腳前屈身仆倒，捲曲在那裏，僵臥在那裏。咁所以咧就好多嘅聖經學者啦，特別以色列人到今時今日都話佢點解俾奶佢啊？因為佢喺奶嗰度落咗迷藥。點解唔喺水嗰度落迷藥咧？係因為奶味咧係可以冚住迷藥嗰個味道，係咁樣嘅啫。好，跟住我哋繼續落啦。色色勒的母親自窗口探望，在窗棂中長嘆，戰車為什麼遲遲不來？車輛為什麼緩緩而行？聰明的宮女作了回答，自己心中亦反覆思想。或許落得獵物而再分裝，每人都分得一二少女。色色勒取得彩衣為掠物，為我的頸項獲得錦繡彩衣。好啦，呢一度咧就係即係講緊雖然成個900戰車嘅嗰個軍隊敗亡啦，其實客納罕嗰個呢個王啦，係仍然有佢嘅勢力喺度嘅，所以咧佢引用咗咩啊？就係話呢個死咗嘅色色勒呢個軍長嘅母親喺度覺得啊，喺度望緊嘅仔自己仲未凱旋翻嚟嘅，仲未打勝仗翻嚟嘅咧，咁跟住之後，其實佢自己係自我喺度安慰，就話點啊？可能佢哋打贏仗喺度分緊裝咧，每人分到啲乜嘢咧？咁樣跟住之後亦都自我安慰啊！我個仔會唔會為我喺呢個咁嘅打贏仗嘅分裝入邊嘅勝利品入邊，為我可以即係做點講啊？
分到一啲戰利品俾自己咧？咁好，最後一句，上主願你的敵人如此滅亡，願愛你的人像興起的玉日。呢一度咧都係似一句都似咩咧？似匝加利亞讚主曲嘅。咁其中有一句説話咧，就旭日從高天照耀，照耀即係陰影嘅人嘅。匝加利亞讚主曲入邊，好，成個咁嘅就係第五章都係成個凱旋歌。最後尾就話，因為呢個德波勒同埋巴勒克，所以使到以色列境內得到40年嘅平安。40年係唔短嘅，或者係一個好特別嘅時期。40永遠都係聖經入邊一個特別時期，不過一個更加圓滿嘅時期，係咪真係40年咧？未必，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去記載民長記記載民長去打贏仗之後咧，得到平安幾多年啊？嗰啲有18年啊，有啲40年啊，好似德波勒呢一度咁樣。咁啊，呢個就係成個第4、第5章嘅德波勒呢個民長嘅記載啦。跟住之後咧，其實就係第二啲民長啦。好啊，德波勒呢一度咧，其實係讓我哋睇到啲乜嘢咧？唔係單單我哋睇到個民長，或者更好講民長點樣勝利啊，或者呢首歌係點？呢首歌其實咧，係嘅，值得我哋可以去默想，值得我哋可以靈性入邊去再睇一睇。但係咧，其實最多係講緊佢成個打仗啦，或者甚至係由開始到結尾得到平安嘅嗰個過程。但係呢一度咧，最重要咧就係為我哋有咩得益咧？就係話我哋會唔會自己都好似嗰個巴勒克一樣咧？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巴勒克喎？就係佢揾德波勒同佢講啊，要出征打戰、出征作戰㗎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佢冇信心，所以揾德波勒。德波勒已經話俾佢聽，已經你有天主喺度同你一齊。咁但係咧，巴勒克仍然都有一份軟弱啦，或者甚至更好講冇信心啦，所以叫德波勒同佢一齊，即係話要有一個好實在嘅、好具體嘅一個叫做咩啊？天主嘅一個好具體嘅一個我哋用翻聖經嘅字眼啦，用翻一個好具體嘅徵兆，讓呢份信心或者更好講呢份軟弱減到最低。而點解啊？因為巴勒克好驚輸，或者更好講打唔贏。但係呢個軟弱係乜嘢咧？係因為都係靠緊自己，所以咧我哋會唔會都好似巴勒克一樣咧？其實唔好忘記嘅，德波勒同佢講，天主同你一齊，所以德波勒亦都明白嘅，正如天主都明白我哋嘅軟弱，我哋嗰個由其他嘅我哋嘅壓迫所帶嚟俾我哋嘅嗰份冇信心，或者更好講個信德嘅問題。咁但係天主咧仍然咧都會派遣佢嘅。今次可能我哋睇到派遣佢民長德波勒，但係可能天主派遣其他人話俾我哋聽，佢同我哋一齊，特別係派遣佢嘅獨生子耶穌基督同我哋一齊。呢一個就係成個即係如果我哋睇德波勒，或者更好講德波勒所同一齊作戰嘅色辣克，可以俾我哋靈性入邊屬靈嘅戰爭入邊點樣去好好。所以我諗呢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呢句說話咧，係信德作見證。呢一個就係今日即係想同大家講翻德波勒嘅嗰個情況。係嘅，我諗唔好淨係睇個聖經解釋聖經咁簡單。或者更好講呢啲會唔會都帶俾我哋一啲信德咧？或者我哋嘅靈性入邊有咩得着咧？所以我會邀請大家真係睇翻成個第4、第5章啦，唔係太長啊。民長嘅第4、第5章講緊德波勒呢個民長同埋色辣克點樣嘅，但係當中可能我哋係邊個咧？其中一個我嘅分享，我嘅默想就係我可能自己都係嗰個色辣克啦，我自己都喺信德當中睇唔到即係天主，或者甚至可能冇信德嚇，睇唔到天主同自己一齊啊，或者更好講想借靠自己嘅能力啊咁樣咯。
係啊。好，咁啊，今日嘅即係德波納分享就喺呢度啦。好多謝盧神父。而家嘅咪咧，其實就開咗。盧神父辛苦晒啊，知道你唔有啲仲未好翻。而家個咪其實就開咗俾大家嘅。如果大家係有一啲嘅提問或者係分享，可以自行打開個咪。亦都喺嗰個聊天室嗰度咧，係可以寫低你哋嘅提問。大家都可以如果有提問想自己舉手嘅話咧，請都可以着一着燈。係咪Macy？你請問係咪 Macy 想有提問呢？你嘅咪係開咗嘅，唔係？OK，好。Cosmos，請問你係咪有提問？係啊，係，請講啊。陸師傅，首先唔該晒你先。我想問一個好有趣嘅問題，你一路講嘅時候，其實文章機係一個幾係好值得睇啊！即係我教舞蹈團教成人舞蹈咧，文章機係好好睇。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何解喺文章機嘅，即係呢個文章機嘅作者咧，特別要講德波納呢個女人呢？正如你正話講，根本喺猶太人嘅希伯來人嘅文化裏邊啊，個社會嘅角度咧，都係以男性做主導，但係特別去強調呢位唯一嘅女文長，就好似喺《路德傳》度特別啦，一個外邦人嘅女人，即係喺舊約裏邊咧，喺唔同嘅時段裏邊咧，就會即係。去提出一個女人，當然我哋喺新約裏邊好清楚聖母瑪利亞啦。即係我想問個問題就係、聖經嘅作者之所以有呢一個嘅向導或者呢一個咁嘅，即係特別強調女性，其實係咪有佢用意喺後邊嘅？因為咧，我睇翻啲聖經嘅注釋咧，佢都話德波拿因為女性，OK，呢一個好重要啦。但係同一時間，點解天主揀一個女性作為文長咧？咁其實啲注釋就話，女性係代表緊天主用緊唔同嘅人咧，去成為佢嘅所謂，我哋用呢個字眼啦，所謂佢嘅工具咯。咁甚至係一個弱小嘅人。喺舊約入邊，嗰個叫做女性係被成為一個次等啦、弱小啦，但係天主偏偏用呢個人。更好講，今日係有兩個女性嘅即係嗰個阿厄爾嘅咁天主係讓阿厄爾都成為咗最後勝利嘅關鍵。咁所以咧，呢一個就係嗰個情況，即係可能。即係文長記記載咗呢個文長，特別係女文長，係講緊天主願意用任何一個人，就算我哋喺我哋人性上邊去睇話，係一個好弱勢嘅人都好啦，都係一個工具呢個工具係乜嘢啊？係救以色列人嘅工具所以都請我哋留意下我哋自己嘅所謂嘅救恩當然係耶穌基督啦，但係個問題係。喺我哋生活當中，可能一啲人，可能我哋睇少嘅，但係其實佢都係代表緊天主同我哋同在咯。好，多謝 Cosmos 嘅問題，亦都多謝盧神父。請問仲有冇其他弟兄姊妹想提問或者係有意見嘅咧？有分享嘅咧？咁今堂咧就係我哋講德波納，而下一堂咧就係會爾達。咁可能會爾達咧就大家比較陌生少少咁就會係聽晚咧就係第二堂嘅。咁如果大家冇提問嘅話，盧神父好似都冇提問啦，咁我哋不如就讓盧神父休息一陣啦，休息一下啦，因為盧神父都未曾完全康復。咁我哋請盧神父為我哋作一個結束祈禱。咁我哋聽晚咧同樣時間就會講第二節嘅會爾達。唔該晒盧神父。好。
我哋呢個祈禱咧就好好咁去用聖母讚主曲啦。其實咧，我冇同大家去分析成個德波勒嘅凱旋歌咧，其實同聖母讚主曲咧都有一啲關係嘅嚇。睇下我聽日有冇時間都同大家去睇一睇成個聖母讚主曲。呢一個咧，唔係單單淨係講緊，即係因為我去準備德波勒嘅嘢，啱啱上個星期我哋神父咧嘅備證入邊咧，我嘅其中一個得着，神師咧去話俾我哋聽啊，原來聖母讚主曲入邊一啲好美麗嘅一啲嘢，咁啊希望我聽日有啲時間咧，其實唔係好長嘅啫，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不過咧，今日我哋嘅結束祈禱就係用聖母讚主曲，我哋一齊即係去跟住唱又好，或者如果大家可以享受咯，我成日都會覺得呢啲聖歌其實我覺得係一個享受。享受乜嘢啊？享受我哋心靈同呢首歌一齊去讚美天主。而家我哋同聖母一齊讚美天主。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樂於天主，我的救主。因為他垂顧了他卑微的婢女，從此萬世的人都要稱我有福。因為主能借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聖名，他的恩慈世世代代與無窮子世，賜予敬畏他的人。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他以手臂施展了大能，驅散了那些心高氣傲的人。他從高位上推下有的世界，卻居養了卑微弱小的人。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他是寄我的人眾應輔助，是那富有這反而空乏離去。他想起了自己的仁慈，已輔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正如他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是人的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到永遠無窮世。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在於可今日亦然，以至永遠，及世之世。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好，多謝大家。多謝盧神父，晚安，多謝各位嘅參加，聽晚同樣時間見。